你等我一下，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新帮我分享几个哦，有社团丢社团哈，很急哈，我现在已经坐计程车了，懂得知道我的说刚刚什么情形，那有社团帮我丢社团哦，我现在出发坐计程车了，好，我现在很急哦，出发，我现在人在计程车上哈，我要去看馆长的3事哈，就这么简单，我吃屎哥现在去看馆长的3事啊哈，有社团公开各大页面公开起来，分享起来哈。啊，我现在人在路上了，我已经坐车了。好，有社团公开起来分享到各大群组后，因为馆长的3事现在很严重，那我现在人在路上哈，我现在准备去看馆长的哈，我吃屎哥现在出发去看馆长的哈，好，就这么简单哈，我现在已经坐车了，帮我分享公开起来哦，哦，对方我不知道是谁啦，但是我相信说社会法则法律应该会制裁他。台湾是有法则的哈，台湾是有国法的，台湾是有王法的，交给法律去制裁他。好，馆长遭对方开3枪，啊，我现在人要前往长庚医院的路上，好，我要去关心馆长的3事。好，我现在人在路上了哈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因为我真的很急，我很担心。哦，馆长流很多血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馆长流很多血，哦，懂了吗？啊，我现在出发去关心馆长的3事。哦，不管说我过去，馆长如果说不接受，还是说他的徒弟怎么样不接受我让我进去都没关系，但是我这份心有到就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真的非常的关心，钱不是问题，你知道我意思不？先跟我分享一个，我今嘛前往，我要去探，我现在要去看馆长了，我现在人在路上了。啊，我有戴口罩啦，帮我分享起来啊，对方真的太可恶啊，对方今天就口吼一知道我意思不？知道我意思不？对方太可恶啊！啊，有人知道说对方在哪里，也可以跟我讲，没关系。你知道我意思不？我现在人上高速公路哦，帮我分享起来。我到那个高速公路，我现在去找馆长了我挺馆长的，我再跟你们讲一下我跟你们讲啊，馆长被开3枪啊，就是我的事情了，我吃屎哥挺馆长，馆长今天被开枪就是我的事情了跟我有关系，因为我关心馆长，我担心馆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担心馆长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今天是关心馆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反正我现在出发了啦，我现在高速公路了，我快要到长庚医院了，现在路上了我现在前往，现在就是要关心馆长的出发了，全台湾动起来，有事人丢起来分享起来，馆长被对方开3枪，对方实在太可恶了真的。我现在人在高速公路了我很急我坐计程车啦，我现在坐计程车了啦，我已经坐计程车出发了坐计程车出发了，我现在去关心馆长的3事，因为我很担心他，我吃屎哥很担心馆长，就这么简单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全台湾动起来，跟你们再说明一次，
我吃屎哥尤兆麟，我挺馆长。我吃屎哥尤兆麟，我挺馆长。今天我敢说这句话出去，我就没有在怕事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恁爸无在食醋，你知道我意思不？哦，对方是啥我是唔知影，但是你做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行为啊！你做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行为啊！馆长是有家人的，馆长要照顾小孩子跟老婆，懂我意思吗？还有员工，你真正按那袂使行不对的行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人在出发了，对方是啥？搞我讲一下哦。重点我要去关心馆长的伤势啊，我担心他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分享起来有报废丢报废，台湾人动起来，台湾人动起来，我吃屎哥挺馆长，标题我吃屎哥挺馆长，哦，现在路上哈，我现在人在出发哈，我现在路上哈，哦，不了解的人我再跟你们讲一次哈，馆长。刚刚的直播，哦，对方开他3枪，开他三枪，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哦，今天我现在人在高速公路啊，哦，我坐白牌，我坐计程车啊，我讲错，我现在坐计程车，哦，我现在去关心馆长的伤势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我没有在蹭热度啊，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。是关心呐、啊，谁跟你在蹭热度啊？谁跟你在蹭热度？谁跟你在蹭热度啊？这个时间完全不是在蹭热度，而是在关心，而是急。真的急的人，我现在人已经坐上计程车了，我还在跟你们嘴吗？我真的急了，我现在超级急。我从中立直接计程车直接坐到林口长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急，问关心馆长的伤势，我很急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台湾人不要这么假锤在外数哦。我今天敢开这个直播，我也不怕对方找我啊，我也不怕对方找我啊。为什么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因为我跟你讲啊，人在做天在看啊。我敢开这个直播啊！我敢开这个直播啊，就代表说我无在假吹啊，你知不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现在人要去找馆长了，因为我要关心馆长伤势，其实没有多余的，等一下我进去的时候我会戴口罩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公开分享一下，因为馆长伤势真的蛮严重的，真的。因为他开直播的时候，都是血，都是血。对，因为馆长被对方开三枪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在蹭热度，我吃屎哥从来不蹭热度，我本来就很红了，不好意思只是今天我只是非常关心馆长的伤势，我现在人我现在人在路上我讲会搞做会搞，我现在人在这边我现在人在这边我现在人在哪边？在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人在高速公路我无在假嘴啊。有人知道说对方在哪里可以跟我讲，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对方是你说对方是谁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在蹭热度我本来就是很红，不好意思懂我意思吗？只是今天我去关心馆长的伤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，我就是带我一个心去关心，懂我意思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我去看馆长，我
关心馆长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我现在人在车上，懂我意思吗？按什么路啊？啊，还是双明？哎，00634是你们电话吗？什么？你们的那个电话后面00663是你们计程车电话吗？不是吧？不是。谢谢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出发了。哦，出发，我现在要去关心馆长的3、4号。哦，一步一步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本来就很红，不好意思哦，跟你们解释一下哦，我现在去出发关心馆长的3、4，我现在人在路上了，哦，我快到了哈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人快到了，我现在人快要到林口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懂的人打懂啊！卖点抓小抓屁，妈整天在卖网络上妈的当双名，哈分享起来，有社团丢社团。馆长的3、4现在很严重，我再声明一次，我吃屎哥今天不是在蹭热度，而是今天是去关心馆长3、4。哦，我开这个直播。我也不是说我怕对方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也不是说我怕对方呐、哦，我也不是说挖点假锤在外数哦。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开这个直播要本事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本事开这个直播干嘛？没有本事开这个直播干嘛？你告诉我吧，全台湾，我还怕你们不敢开嘞，开这个直播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回答不会回答是不是？全台湾。我开这个直播，我也不怕对方看我直播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没有，懂我意思吗？今天我只是用这个，我今天只是说，去关心馆长，我担心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要去关心他，我现在人在都快要到，人快到了，现在在林口了，在路上了哈，我现在去林口长庚，哦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现在要准备要去关心馆长的3、4号，我等一下戴口罩哦。对方不要被我抓到啊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林北讲会到做会到，我就无你吃嘴啊！我现在去先关心馆长的3、4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全台湾动起来！哦，对方人在哪里呀？对方人在哪里？你就回答我就好，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分享起来，台湾动起来！你是一个热情的哦，麻烦同学，我现在人快要到啊，我现在人快要到长庚医院了啊！这是交流道啦，好不好？这是交流道，林口的交流道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全台湾动起来，分享起来哦！我现在去关心馆长3、4啊，等一下，我可能到结尾的时候，我要进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关直播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人家，我今天只是抱着一个关心馆长3、4啊，我去看馆长，我不可能说，看到馆长去开直播，安内袂使，做人袂使安内，你知不？安内就叫做蹭热度，你知不？安内就叫做蹭热度，所以等一下到长庚医院的时候，我就结尾巴之后，我就关直播了，然后关直播之后。大概就是我等一下就人进去说问一下说馆长人在哪里？好，馆长人在哪里啊？我就是关心馆长的3、4，懂我意思吗？就点到为止就好，因为我现在人真的快到长庚医院，这栋大楼是长庚医院，长庚医院到了，这个大楼是长庚医院。哦，我们现在转进去那个急诊室啊，他应该是在急诊室啊。我问一下陈之汉馆长在哪里哦？他应该是在急诊室的哈，他现在人在急诊室啊。我要过去开直播，好，我现在人要去关心馆长哈，我现在人在长庚医院这边呢，好，我现在准备要出发了，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口罩我等一下就把它戴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
啊，我先戴一下口罩。我先戴一下口罩哈，啊，不然等下妈的，我等下进不去，懂我意思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开直播哈，哦，等一下戴口罩。不然我等下妈的进不去，我有靠背啊，还要急诊室的。啊，我在急诊室等我一下啊，因为我关心馆长的伤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我口罩已经戴好了啊，现在人在，你看急诊室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急诊室到了，对，急诊室到了，好。啊，多少钱？等一下回去再。好，回去再一起啊。那你们在这等我哈。OK。啊，这可以帮我拔掉吗？谢谢。啊，我到了，各位粉丝我到了。你在这边等我吗？哈。我停前面这边。在哪里？你有联络方式吗？有。那你等下。可是你在开直播，我也不能直接讲。好，那等下你打给我，要不然就我过去找你。你们公司名片给我，先给我。啊，等我一下哦，分享前我已经到现场的，我很急。我顶要讲话个做会个，没关直播。